我安排個時間讓你們倆見個面，你呀，肯定會喜歡上他的。常志成，你是？哎，你先回去看看，然后你再继續談。哎，这样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行。这个老太婆已经给我介紹男朋友了，我必須有所行動。這個計劃一旦成功，你就可以離開顧家，而我可以名正言順地留在顧家。即使顧西城對你還有感情，時間長了一樣忘了你。你照照鏡子，看看你現在這副表情。我說你喜歡上顧西城，你還不承認。不過承不承認也不重要了，你必須要聽我的，不然我怎麼把媽媽還給你啊？我憑什麼相信你？你除了選擇相信我以外，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？你放心，我說到做到。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你怎麼幫我完成計劃。顧西城每個週末在家中午都會睡午覺的，這是你唯一能夠接近他的機會。這就對了嘛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後我就把媽媽的地址發送給你。前2天都是我不好，我讓奶奶擔心了。今天呢，我想請奶奶吃一頓飯，就算跟奶奶賠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你們倆好好的，比什麼都好。以後啊，有什麼事兒要說出來，奶奶會給你做主的啊，可不要像前一陣那樣，差點惹出事情了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走吧。哎呀，糟了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我才发现我把錢包丟在家裡了。哎呦，嚇了我一跳！我以為什麼事兒呢？奶奶這有錢，那怎麼行呢？今天說好的是我請奶奶吃飯，當然得我掏錢才行啊。你這孩子，好好好，聽你的，回家去取去。哎，掉個頭吧。苏妍希，你怎麼在這兒？你想幹什麼？西城，我們都躺在一張床上了，還能幹什麼呀？不是，你瘋了吧你？你快出去！出去！西城，你別這樣！哎，蘇妍希，瘋了吧你？让我！
你们这是幹什麼呢？趕緊把衣服穿起來，太過分了！靜熙，奶奶，靜熙，我回頭再收拾你。何静熙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一切都是苏妍希搞的鬼，我什麼都沒做。哎，你放開我，顧西城！那麼多人都看見了，奶奶也在旁邊，你有什麼好解釋的？真的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跑到我床上來了，我也很納悶啊。人在你床上，你不知道誰知道啊？顧西城，你有什麼好裝的？我們離婚吧。奶奶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錯了，你就原諒我吧。真的是西城他自己主動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可是他現在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我一個人頭上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幫我，一定要為我做主啊，奶奶。蘇妍希，西城。西城，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，你故意設計害我，為的就是氣走錦溪，你好留在這個家裡。我告訴你，別做夢了！我顧西城就算沒有女人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見你就惡心。西城，你說什麼呢？奶奶，一切都是這個女人搞的鬼，讓她滾出我們的家，否則我絕不會饒了她。老方啊，哎。給蘇小姐收拾一下東西，讓她離開這兒。是。師傅，瑪利亞醫院。好。方叔，方叔。方叔，你再幫我向奶奶求求情吧，我真的知道錯了，我不想離開這個家。蘇小姐，顧家的少夫人。